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市红龙果的评鉴，伫个外埔区农会来举办。产销班的农民总共有60组报名参加。评审根据着红龙果的这个外观、质地甲糖度来拍分数。相关的糖度来到21.6度，品质比往年搁较好。上尾也是由外埔区的农友刘兴荣摕到第1名，将做今年度的红龙果王。 台中市农业局辅导外部农会举行一年一摆的红龙果评鉴，评审依照外形、口感甲甜度来拍分数。今年参加比赛红龙果的品质拢真好。早期是在沙漠里面的作物，那现在在台中市发展的，因为这个环境也非常适合。那今年碰到干旱，对他来讲，品质反而更好。 台中市红龙果整个面积有137公顷，年产量3792吨，主要在卖伫外埔、后里、东市等地区。虽然今年受到空化影响，也不伫农友栽培下，品质无受到影响。今年是由外埔区的农友刘兴荣摕到第1名。虽然前一阵子呢有碰到逆境哦，早期的话是干旱，后来有雨水，但是呢并没有 明显的受到影响。当然，今年的天气有点异样，但是呢，在果农进步之下，相对的我们的品质上已经保持了越来越进步。红龙果栽培面积甲产量当年就增加，为了维持绩效的平稳，农业局辅导农友利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调节，同时协助农友外销红龙果到香港、文莱等等国家，维持产销的稳定。